来，即摆秋天是虎头蜂的交配期，所以蜂特别恶。像这个嘉义爬山健行真出名的景点阿里山的水漾森林，连续2天，总共有3团22个人，互虎头蜂来顶着伤，加在拢无介严重。 消防搜救人员去伫山顶，不偌久就拄到需要救助的登山团。没有灰衣服，我们不会被叮啦。有几个人被虎头蜂叮到，马紧向消防队请求协助。被叮到伤的几个人，当时无讲真严重，所以对搜救人员做用行落山。啊，若拄到虎头蜂的，各那一团。福州、预及新竹以及台中的登山团，新竹团共有9名。 登山客遭蛰伤，台中团有3名，分别来自新竹和台中的登山团。伫咧昨下晡7点过时，小雪去虎头蜂顶，加在去顶着伤的12个人，家己去医生看都无啥大代志。其实伫咧前一天10月21日时，台中逢甲大学24位登山社学生，嘛是伫咧爬山时撞到虎头蜂，造成10位人受伤。 搜救人员伫咧暗时啊，去咧山顶救援，除了现场去顶着伤的大学生，现场嘛经急救处理。OK 哦，状况，因为血氧是90，比较低一点。虽然甲受伤的几个人带落山紧急送病院，嘉义阿里山水漾森林2天拢总22个人去虎头蜂顶着伤。同款伫咧昨新北市双溪区的灿光寮步道，有7个登山客去虎头蜂攻击，2人伤害严重，加在送去病院进行有分诊落来。 专家讲，秋天是虎头蜂的交配期，歹穿穿，提醒民众出入山顶或者是花草侪所在，上好莫穿深色的衫，嘛莫嗅香水。若真正互攻击，千万莫留点伫咧原地，紧用衫裤包身躯，想办法紧离开现场找病院，确保家己安全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